今天我和镜子出发去绍兴演出，丈母娘过来带宝宝，很开心。很久没和镜子一起去演出了。出发前给丈母娘写了满满一张纸，具体就是怎么带宝宝。哦，应该是陪他等他就可以啊。所以很多粉丝的建议是很正确的，说你俩应该要出去演出，让长辈来带孩子。因为很多时候啊，这个平台演出大家都知道要一男一女，那镜子在家带宝宝，我一个人去演出，很多时候人家就不要，一个男的其实很吃亏，所以还是要2个人出去。不过也快了，小刘明年就要上小班了，到时候就可以解放了。我从来没去过绍兴，现在要在嘉兴服务站休息一会儿。本来以为这2个地方是差不多远的，终于到收费站了，开了2个半小时。朋友们，这里是绍兴什么地方啊？有知道的可以评论区告诉我。终于到了，开车开得我屁股都疼了。外景造得很漂亮，像一个小小的园林，叫绍兴饭店，看着蛮好的。哇，这个酒店造的真的是挺漂亮的，大家看，这个景色非常的好。朋友们到了，这就是今天演出的地方。朋友们，演出结束了，现在去酒店吃一个工作餐。下大雨了，晚上2个半小时开回去，唉，这回到家不知要几点了。这个酒店真好，还有摆渡车服务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哦，还有擦一擦，这个真好。谢谢。刚刚那个人以为我们旅游的，还问我们早餐在哪里吃。效率真高，才坐下来1分钟不到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让镜子打开看看声音。哦，还是蛮好的。2荤3素。蛮好的耶，赶紧吃了回家。回去路上发生车祸了，看看这个应急车道都停满了车。现在不知道要堵到什么时候，已经10点半了。